荒野的呀。它天窗是能开的吗？前面可以开，后面开不了，后面是固定的。哦，前面開啊？你係咪想開啊？我幫他打開。哦，好啊。來，這個是歐洲棕熊、亞洲棕熊啊。呢啲係歐洲棕熊同埋亞洲棕熊。唔係啊，你要咁你去前面，你坐喺司機叔叔隔離好嘛？唔係，你可以 pick up 啊咁樣。你唔想啊？咁你使唔使開呢個啊？咁上的話你可以站到這裡。係啊。你除咗對鞋唔好整污咗人哋。不用拖鞋，不用拖，不用拖。啊，不用好。到時候給他擦一下。啊好，麻煩你啊！啊你睇下你踩上來。嗱你佢話叔叔話可以踩上嚟喎。你可以踩上去。意見佢話可以踩，佢話可以踩上去，佢話佢遲啲先咩？Hello。好，謝謝。來，這邊這個是黑熊啊。呢個係黑熊，黑色嘅黑。黑熊的話就視力不太好，叫熊瞎子，黑瞎子。呢啲黑熊咧，隻眼咧就比較渣啲，唔係睇得好。我哋叫佢黑色嘅盲中中咁樣。不過它還有一個本領，鼻子特別靈驗，屬於狗熊。但係佢哋隻眼渣咧，但係佢個鼻好勁喎。我哋啲人都會叫佢狗熊啊，雖然叫狗熊。對，狗熊的話就說黑熊。啊，哦。來，在那個秋千那邊有兩隻小熊，那個叫馬來熊。個千秋隔離咧有兩隻細細哋隻熊仔，嗰個叫馬來熊。馬來熊的話就世界上最小的熊類。嗰兩隻馬來熊咧，其實係熊人類之中最細嗰隻。它們的體重一般在6到70斤左右。啊，是嗎？哦，佢哋大約60-70 kg 啊，即係仲輕過我啊。哦。啊，他們不會打架的嗎？不會。哦。不缺食物吃嘛。啊，那也是啊。生活比我更好。我們人類要輕鬆點。啊，是啊，真的是。好，係咪搞掂啊？謝謝。你可以好似嗰兩個姐姐咁喎，你想唔想？哇！你睇下爬樹啊，幾開心。真㗎。嗰個樹上面。來，我們到猛獸地帶去看一下獅子。我哋呢度係猛獸地帶，我哋去睇下獅子啦。獅子。Yeah。我最睇嘅咯。啊哈。我講自己。哦。Lion King 啊。獅子的話，頭上有鬃毛的話就是公獅，沒鬃毛的話就是母獅子。如果有頭髮嗰啲咧，就係男仔嘅獅子；冇頭髮嗰啲，冇咁多頭髮嗰啲咧，就係女仔嘅獅子啊。獅子的話都屬於群居動物。獅子係一齊，即係一大班人一齊生嘛。他們一般只有一個家庭可能生活在一塊。呢個有冇頭髮？係個下邊嗰隻咪冇頭髮，下邊嗰隻咪女仔。佢哋係一個家族咁生活㗎，如果唔係可能會打交。係呀。啊好，謝謝。謝謝高。啊。
这边看一下河馬。呢個係河馬 hippopotamus。河馬的話，因為是沒有汗腺，80%的時間都待在水裡。佢哋唔識流汗嘅，所以佢哋好怕熱嘅，所以佢哋大約有80%時間佢哋都係匿喺水度嘅。它一般只有在找食物吃的時候才會出水。佢就係揾嘢食嗰陣時候咧，佢先會出水嘅。如果唔係，佢會熱死嘅。有個嘢啊！啊，係啊，邊個？啱啱走咗，佢啱啱走咗過嚟 hippo 嘅 area。咩嚟㗎？唔知嗰啲小動物，好似狗。係啊，應該係第二個 area 佢走鬼咗過嚟人哋呢度，帶埋 friend 過嚟，係啊。係啊。啊，好，謝謝，小心。好。來，這個的話是犀牛。呢個係犀牛。犀牛跟大象是一樣，都愛吐泥巴。哦，呢啲犀牛同頭先大笨象一樣咧，都中意整嗰啲泥上佢嘅身度啊，它吐泥巴的話，也是為了提供防曬、防蚊蟲叮咬、防寄生蟲。佢同大笨象一樣，都係防曬啦，防啲蟲去咬佢啦，同大笨象一樣咯。呢個佢。哇，好大隻哦！ OK。OK 係嘛？好，唔該，謝謝。哇，好厲害哦！我估頭先個係 Jack。係嘛？來，我們前面的話就到東非草原。我哋嚟緊去東非草原啦。東非草原的話。